你看到今年有所谓纵深作战持久作战要安怎持久作战还是纵深作战？城市还是海边的这个城镇的就重要。所以这2006年是海岸守备旅，所以安怎伫海边，安怎伫沿海城镇，安怎伫大城市作战是非常重要。因为讲你会使利用这个城市来防卫这个敌人的攻击，因为这敌人若进入这个城市，的兵力会分开，分开了后，咱来利用这个优势来打击这个，各个击破。我想讲这个足重要。你拄仔讲这个去中心化去年就有毋过今年因为咱看到以色列攻击个伊朗，咱就看到这个重要性。以色列伊用飞行机把迄个革命卫队所有的将军拢拍死了。你若是讲你的作战拢爱依赖迄个将军的指挥，伊拢军队就无法度作战啦。去中心化的意思讲，伫战争非常紧急的时阵，你袂使所有的命令拢听军团指挥官的，拢爱听总部的。你可能就爱听连长的，听营长的。所以这个第一线的部队，安怎伫这个状况之下，你唔免所有的代志拢爱到后壁汇报，这营长你有在指挥马上来作战。我感觉这对这个提升这作战的效率是足重要的。所以今年佫提出来这个去中心化，我感觉就有价值的。真正在美军的使用，你可以讲解一个例子，让观众朋友更清楚的知道去中心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完全把战力化整为零，是这样而已吗？不是，还是什么？我了解去中心化，你是说像总长说向下授权？授权OK， 作战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做。我觉得看到总长讲这个，我是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什么东西都要问老板。对文化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很重要。因为作战的时候，作战永远不是你想的计划中形成的，东西总是不一样。所以呢，你要给我们英文叫 delegate， 让在最下的地方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决定。你跟他讲说你要保护这个地方，你怎么样保护是 up to you。OK， 那这边是中校，你管这个的，上校管这个，在这个区位里面，你可以做决定。可是你要做一些你要攻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平民，然后你要用一种特别的武器，可能会杀到平民，你最好问将军，因为这就更高级了。可是如果只是进去跟其他军队 engage 的话，这是你的 job。所以在美国，陆军是训练到，如果军官受伤，士官 take over， 继续打仗。我们飞机出去 fly lead， 飞机坏了要回去 ，number two take over， 因为最主要是什么？训练，在还没有打仗前，你先训练这些人怎么样做 decision making， 怎样做决定。你要看情况以后怎么样做决定。这是从哪里学的？也是演习的时候学的。你在演习的时候让这些人有机会，你会怎么样做？通常以前我在 lead 的时候，我有一个副手嘛，我常常我在雷神也有，我常常事情发生，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你会怎么做？给他一个机会。故意说我去上个厕所，不是叫他看看，然后你跟他解释要该看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训练的 process， 这是一个在中华民国军队里面，这些主管阶级人要相信他的副手，给这个副手机会学。这样子当打仗的时候，如果你受伤了，你的副手还可以很成功的做成你的任务。这就是把从中心化改掉，这样子你可以 delegate。让最低的人也知道怎么样做决定。